后来，离明年的总统甲立委的大选剩最后的38天，双北市的立委参选人展开着南北合作的策略。国民党的洪明凯甲游淑慧陪同着民众党的李友仪到市场来拜票，讲国民党内要选立委的家仔囝发出着信号，希望党中央放宽着禁歌令，会当互歌文摕来徛台。因为全台湾有7个纳入的激战区，希望会当抢到民众党的少年票。也有风声讲赵少康有意思要建议党中央放宽着禁歌令，但是国民党的党中央讲目前无可能。南北阵营参选立委的家囝今日合体，南兄洪明凯和游淑慧，或者陪北兄李友仪到罗州市场拜票，俄罗斯和肉真新鲜，工会甜不不望选民给到小听。好的区立委候选人，我们还是愿意全力相挺啊。但是如果要吵架的话，我也是不怕的。我不会跟你吵架啦。三个人这位伫咧市场内底互相加油，李友仪嘛讲到是游淑慧和洪明凯主动甲伊联合。想要借南北哈好兴，在咧区域立会之前争取合作空间。炮口一致对外，对现任者去挑战了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基层的共识。我们当然也很希望说，蓝白的高层都有同样的这个共识。南亚家囝想要求和北亚合作，团出国民党主席都无人事欢贺，南北互相反斥，恐惊影响立委的选票。赵少康嘛讲，关于建议党中央放令禁歌令，毕竟全台湾有7个纳入激战区，包括新北洪明凯、林金杰、廖先祥、台中甘宽兴、罗定伟、各高雄的李美清，和南投的友好，拢真需要北亚的少年下和中的选民。以认同理念的方式互相的合作，让我们能够强联手，达到最大化的选票效益。南兄的禁歌令即马无调整的空间，家囝为了选举，敢若会当救国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